他是杨延昭之子杨宗保的夫人，穆克寨穆雨之女。哦，穆雨。穆雨过去和老夫是至交啊，也听说过他有一个小女儿。可是，一个女娃怎么能和老夫争帅印呢？穆桂英可不是凡人，她武艺高强，精通兵法，对阴阳八卦也很有研究。她先后战胜过杨宗保、佘太君和杨延昭。现在她在边关，虽为正式挂帅，却在统领大军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一个女娃可以带兵呢？再说了，那萧天佐也不是等闲之辈呀。正因为如此，圣上和群臣才盼望您前去和穆桂英比试，捧得帅印。嗨，比什么比呀？他见到老夫也就不战自败了啊！报！圣上，呼延老将军到。哦，快请快请。是。宣呼延将军觐见。呼延赞拜见圣上。哎，老将军平身，平身，平身，平身。谢圣上。诸位还不赶快拜见呼延老将军啊！拜见呼延老将军。好。老太君，一向身体可好啊？多谢惦记。有呼延老将军和天伯府助阵，何愁大宋不胜啊？我和老令公情同手足，亲如兄弟。这次我可当仁不让了。大宋正缺挂帅之人，谁能挂帅，都是大宋之幸事啊！朕决定让呼延赞老将军到三关去和穆桂英比试文韬武略，胜者为帅。圣上圣明。佘老太君，朕命你为判官，主持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的比武。圣上放心，老身一定是秉公执法。比试要公平。当然了，在这之前呢，你可以给你的孙媳妇出谋划策啊。杨将军呢，也可以给呼延老将军介绍军情。圣上所言极是，老臣遵命。大宋有救了，大宋的黎民百姓有救了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拿回去吧。等呼延老将军打败了穆桂英，再宣旨。遵命。圣上，万一穆桂英胜了呢？有这种可能吗？那呼延老将军当年和杨令公不相上下。再说这几年，据说在白云观研修阴阳八卦，有这种可能性吗？输给穆桂英？圣上，臣说的是万一。啊，那就再写份圣旨一块烧着去。是圣上。桂英啊，哎，太君已托人捎来书信，圣上又重新启用了呼延赞老将军。眼下他俩正星夜兼程赶来边关。儿媳对呼延老将军早有耳闻呐，听说他是智勇双全，戍边多年，是辽军无人能敌呀。正是。哎呀，要是这呼延老将军能来的话，助桂英一臂之力，击退辽军那是指日可待了。他不是来助你，是来跟你争夺帅印的，不必吃惊。事到如今，我就跟你实话实说，圣上并未命你为帅啊。依爹看呢，眼下形势严峻，既然呼延老将军前来，倒不如就坡下驴，交了帅印，这样大家都有面子。爹，呼延老将军能文能武，咱桂英也不差呀。再说，桂英她精力充沛，而且从来不按常规出兵，未必就逊色于那呼延老将军。而且前段时间桂英刚刚胜了萧天佐。你也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
呼延老将军曾在边关屡建奇功，他又在白云观修道多年，眼下呢，可以说是宋营中最为合适的挂帅人选了。再者，圣上既然让八贤王去请他出山，这不也表达了这是圣上的意思吗？我们要是再不顺水推舟，那不就显得不明智了？爹，再说，你说桂英跟萧天佐对垒，可是并未出战。说他胜了萧天佐，这不是显得太过牵强了？桂英啊，在。我呢，叫你来，就是要跟你打个招呼。虽然圣上要呼延老将军跟你比武，可这不过是走个过场啊！你切不可太过认真。我知道了。比试文韬武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挂帅。而挂帅呢，就是为了击退辽军。桂英，这还用我说吗？这可是太君之意。那倒不是，太君只是让我告诉你，让你做好和呼延老将军比试的准备。那桂英只有听从太君之命了。哎，我说桂英啊，你应该审时度势。不错，老太君世道变凉，去向圣上为你挂帅说情。可是现在情况有变嘛，圣上又推出了别人。不管圣上要举帅为何人，目的只有一个：击退辽军。告辞了。哎。老太君，呼延老将军，呼延老将军是你爷爷生前的好友啊，见过呼延老将军。这是老身孙媳穆桂英。呼延老将军，请，请。这呼延老将军呀，就像当年你爷爷一样豪气，老身就佩服这样的男人。也就是喜欢。奶奶请。老太君，这是您的孙子杨忠宝吧？正是。真像年轻时候的老令公啊！还不快跪拜老将军！这是您孙媳妇，果真是清亮俊秀，光彩照人呐！丫头啊，当年老夫和你爹交情很深，你爹不但武艺高强，而且用兵如神，老夫非常钦佩呀。老夫多次劝他归顺朝廷，可他就是不依。你看，到了最后，大家还不都是一家人吗？大伙儿也许都知道了，圣上让呼延老将军来三关和穆桂英比武，胜者为帅。圣上又让老身作为判官，老身定会秉公而断。老太君呐，比武的事儿，过几天再说吧。延昭啊，你先带老夫去检阅一下军队啊。是。还是以圣上指令为先吧。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啊！别看他老将军傲慢，他和你们的爷爷是一辈儿。是一辈儿，也不能傲慢无礼啊。你要是了解他的战史，
就不会怪他狂妄了。我倒是听我父王说过，这个呼延老将军当年在边关，那是威名远扬啊。哎，当年呼延老将军参战就有81次，无一败绩。最后，辽将看到他那双鞭呐，都不寒而栗呀。呼延老将军那真是豪气之人呐。我记得爹曾跟我说过，当年啊，2000辽军想捉拿他，都被他那双鞭打得是四散而逃啊。是啊，杨老令公去世之后，就是他领兵戍边。不光如此啊，呼延老将军用兵如神呐，以少胜多的战力，数不胜数啊。燕昭啊，三战是怎么失利的？和老夫说说。哎，说起来汗颜呐，我自认为已经参透了萧天佐的阵法，胸有成竹啊。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萧天佐布阵之玄妙，用兵之精到，都是我始料未及的。来，你仔细讲讲。好。奶奶，嗨啊，老太君，哎，圣上让我们比哪个科目啊？这次比武你可是胸有成竹啊。那当然啦。看来真是我的好孙媳呀。哎，奶奶，您赶快把那呼延老将军的鞭法跟我说说呀。好啊。我猜那个老将军呀，肯定是对我不屑一顾，这才好了呢。你可知道他的双鞭是威震四海的啊！他当然不把你这小丫头放在心上。不过奶奶心里有数啊，你肯定能赢。真的？妈，五郎啊，你就把你那双鞭的绝招传授给桂英啊。儿遵命。谢武伯。武伯。好。桂英，哎，咱们俩试试。比试。干爹，你有喜啦！呸！那是跟男人说的话吗？那是你姐和姑爷的。哦。哎呦，又出事儿喽！啊！小飞哥又传来信儿了。哼，看看，你姐今天又要打擂比武，又跟人比。对。哎，你猜猜今天跟谁比武？不知道。呼延赞。呼延赞？对，跟我还有一面之交。哦。你说呼延赞也是，挺大的岁数，就是都不嫌。嗨，你说你在山里边下棋、喝茶、隐居深山老林多好啊！不，非出来叫板，讨厌。天门阵，无非就是利用阴阳八卦，将过去的阵法重新演化，变成了108阵，其中有长蛇阵、狮虎阵、天阴阵、地陷阵、白虎阵、朱雀阵、迷魂阵。总而言之，这108阵必须是天时、地利，还有双方兵力的寡众、士气的高下、给养的多少而定。好，娘。好，老太君
坐。呼延老将军，坐。哎，这第一仗，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。它看似纤细，首尾却能相顾，而且随意攻击一点，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。杨将军之所以战败，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它的变化。诸位，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，如何破解长蛇阵。呼延老将军，何时想比试比试？老太君，我跟你孙媳妇儿比试，你就不怕她出丑吗？呼延老将军，穆桂英不怕出丑，向您讨教了。呼延老将军呐，既然圣上指令让你们比，那就跟我的孙媳妇儿玩一把。玩一把？这怎么是玩一把呢？这岂不是欺负你孙媳妇吗？我不怕您欺负我。听见了？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！娘，你孩儿看呐，这武就不用比了。呼延老将军对战胜萧天佐已经是心中有数，这不，正在给大家讲如何来破天门阵呢。帅印还没有归属，你讲这些为时过早啊！难道你真想让老夫跟你孙媳妇比吗？比试比试。呼延老将军，多谢您对晚辈的赐教，请赐教。太君呐，你说，老夫跟一个小丫头怎么比呢？该怎么比就怎么比。呼延老将军虽能击碎死物，但未必打得着穆桂英。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！呼延老将军，请。好，比就比。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比武，开始。呼延老将军，您可千万别对我手下留情啊！老夫一支鞭，就打得你喊爹叫娘。穆桂英讨教了。你快看呀！老将军，果然老了。桂英啊，我看不用再比了吧。呼延老将军已经掌握了你的刀法，知己知彼是最起码的常识嘛。呼延老将军果然厉害，您虽赢了我的刀法，但未必能赢我的剑法。桂英，
故意布下玄机，不愧是兵家奇才，只可惜你是个女娃呀。谢呼延老将军，巾帼英雄自古就有，非穆桂英首创。说得好。说得好，看来大宋元帅非你莫属了。穆果，还不敲锣，快点！啊！哦！呼延老将军承让了。老夫双鞭打落过多少凶兵猛将，可没想到与你儿媳交战，却鞭鞭落空啊！桂英的武功与别人不同，老将军失手情有可原。他的武功尚且如此，他的阵法也定与常人不同。不瞒您说啊，我和太君还有宗保都和穆桂英交过手，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。哦，你以为他向东，他却向西。你根本想不到。所以说，桂英的用兵不按常理。老身请来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，商谈明日比试阵法之事。圣上八贤王和老身商量过了，布阵阵法为天门阵。现在谁布阵破阵，以至前为准。呼延老将军，你选择正还是反？老夫选正。好，那穆桂英就是反的了。哎，那铜钱呢？面朝上为布阵者，反之为破阵者。你二位可同意啊？好吧。那各位就做个见证。穆姑娘，老夫已见识你的武功，可比阵法，绝不会输给你。是，穆桂英当向老将军好好讨教讨教。呼延赞、穆桂英听令，在。你们可以向他人了解对方和萧天佐，当然老身也不例外。若有人问津，老身都会和盘托出。你们布阵破阵，尽可能接近实战即可。是，你们二位下去准备吧。老身在此布好演兵台，静候二位在演兵台上一比高低。是，请。虽然老夫和萧天佐的师傅空山道人是师兄弟，但是老夫对萧天佐的用兵还不是十分清楚。你再给老夫讲讲你和他斗阵的详细情况。好。呼延老将军作战有个特点，同辽军作战，他从来不计较对方一点一滴得失，他还常常抛出诱饵，诱敌上钩啊。他还好声东击西，天子波之战，他用重兵围攻萧天佐，萧天佐调兵堵截，他却用轻骑绕道奔袭300里，烧了辽军成堆的粮草。呼延老将军经验丰富，又在白云观修道20余年呢。他的布阵一定是玄妙无比。研究呼延老将军的兵法，还不如去了解这个人呢。一个人的排兵布阵，都跟他的身世、个性和经历有关系。所以孙喜想请奶奶
多给我讲一讲这呼延老将军平日里的一些事情。我孙媳甚是聪明啊。你想你姐可能用什么战法呢？用不知道。哼，傻小子，一定是锣鼓阵。锣鼓阵？对，你想想，咱木刻寨的女兵，一个一个的排成一溜两溜，看了吗？看了。有彩云，有巧巧，菜花、木果、二公主、杨梅、小孟子，全都有。对，你再听那动静，吓人呐！不隆咚啪，不隆咚啪，咚不隆啪，咚啪，咚不隆啪，咚啪，咚咚咚咚咚这个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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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咚，哒隆咚啪，哒隆咚啪，咚啪咚哒隆咚咚咚，哒隆咚啪。好，就赢了，赢了。你说这胡延赞也是，他用什么阵法？我告诉你，牲口阵。他第一阵，他一定是牛马阵。牛马阵。第二阵，驴骡阵，驴和骡子。第三阵，他肯定是改群羊过来。你说就这点活，你姐小时候她都干过，是不是？那能怕他？长鞭子一甩，咔咔咔咔咔咔咔，赢了。好，敲一个。快，等会儿我奏嗓子呢。敲。给你姐拍拍手。舒服，爽。娘。哎呀，你老别太操心了。我看啊，你还是回去休息吧。明日他二人就要比阵法，老身怎能入睡啊？娘这么帮助桂英，您就以为桂英真的更适合执掌帅印？而倒是觉得呼延老将军更为合适些。他不光有边关作战的经验，而且精通阴阳八卦，与萧天佐对阵，那不光是旗鼓相当，应该说是获胜的把握性更大。你别忘了，萧天佐已经研究透了大宋将领的用兵之法。呼延老将军虽有胜算，而桂英他是个新人，萧天佐对桂英是陌生的，而桂英又不按常规去出牌，更有获胜之可能。这就是战场。呼延老将军布阵，穆桂英破阵。老身呢，就按你们的思路，在演兵台上演练。你们都是正人，二位还有什么想法吗？没有了。没有。那你们二位去东西两侧书写阵法，沙漏尽，阵不完，限时限刻。是。呼延老将军，请。请。计时开始。用1万精兵摆出朱雀阵，然后
向前推进。计时结束。好。呼延赞以精兵1万，布下朱雀阵，向前推进。看他用什么阵法。小姐，你看，念。对方以精兵1万布下了朱雀阵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？计时开始。朱雀阵最大的特点是行动迅捷，但不耐强攻。这呼延老将军武风硬朗，却摆下这朱雀阵，其目的不是向我强攻，而是想诱我上钩。小姐对呼延老将军并不熟悉，为何这么肯定？奶奶跟我讲过呼延老将军的些事。此人用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气，从不计较一点一滴得失，所以本姑娘认为，他其后还有别的阵法。3000人马迎击他，1万人马报仇迂回。小姐，您说朱雀阵是诱饵，为何还要上钩？将军，计时结束。什么在叫啊？这丫头什么意思啊？穆桂英到底想干什么？呼延将军，朱雀阵实为诱饵，这穆桂英上钩，岂不正合你意？他可不是平庸之辈，老夫比武就感觉出来了。精通兵法之人不难看出朱雀阵是诱饵，可他却张嘴咬钩，更令老夫不解呀。哦，呼延老将军真是碰见对手了。穆桂英哪里是个小丫头，简直就是老谋深算的佘太君第2啊！奶奶，呼延老将军抛出诱饵，为什么桂英还要咬钩啊？那是笑而不答。更改阵法，这阵脚便会大乱；不改罢，这1万精兵就白扔了。老夫再冒一次险，写朱雀阵向前冲杀，然后变成狮虎阵，占领全部阵地。计时结束。
兵将，迅速强攻，将朱雀镇分割了，其余的兵将迅速围攻。好的，小姐，别忘了呼延老将军在后面又摆出了狮虎阵。狮虎阵是以步兵围成，看似来势凶猛，其实速度并不快。全歼朱雀阵，来到后营，向两侧后退，不但可以避开他的锋锐，还可以形成包围圈。将军，哎，八妹，你说他们两方谁能获胜呢？奶奶，哎，三娘，你说谁能上？木果，怎么又让我说你啊？计时结束，比战结束，请。二位辛苦了，老太君。二位觉得谁能获胜啊？老夫虽胜，但却颇费力气。没想到桂英小小年纪，用兵竟如此老辣。正像杨将军所说，他不按常规出牌，老夫费尽心机才略胜一筹啊。当年和萧天佑斗法也没那么累。所以呢，这老夫虽胜，但也十分佩服少夫人。夸得好啊！那桂英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孙喜侥幸赢了呼延老将军。什么？你是说你赢了老夫？你太过自信了吧？开！怎么，我的精兵全部被围？呼延老将军啊，您向对方主动发动攻势，可是穆桂英呢？她不是兵败，而是迂回，所以引起了这样的包围圈。老夫用兵历来以大局为重，没想到小小女子的大局观比我还强呢。行啊你，小丫头！你挂帅，我不但心服口服，而且心中千斤的石头全都落地了。谢呼延老将军。穆桂英接旨。臣接旨。杨延昭身患重病，同意免去元帅之职。由呼延赞，哎呀，错了。杨延昭重病在身，同意免去元帅之职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，钦此。穆元帅，接旨吧。桂英接旨。
圣上。